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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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哦，哦，你是啥啦？毋是啊，我真是迄就是迄啊，命运的对决迄种的啊。你知影我咧讲啥？唔知呢。咱今日来宾是有逆回人咧知的物你件。怕别讲。咱今日来宾就是大家已经卡碗卡甲已经碗闭起破去啊，对啊，但是大家拢想讲，就是因为咱是共一个类型，啊，因的 podcast 嘛是两个妹仔咧开讲，啊，你讲是我少年的代志，那之前人咧讲咱少年跟少年袂拄好，对，那有性格啦，人就好诶，你摕物件我食我就好啊，三回啦，对啊，你今日若是咱两个冤家，你就是摕物件我食，我为什么摕物件互你食？啊，今年敢会包粽互我食？哎，等明年啦，今年已经过啊。听到没有？你有听到哦？伊讲明年耶，对啦，我转去甲阮阿母煮文好。我今年有摕8粒，我无食着啊，我食掉啊，我一粒都无食着呢，我一粒米都无食着呢。我话你死啊你！明年啦，明咱年啦。心结已经拍袂开啊，但讲啥物改别人的心结，咱家己已经啪啪啪啪无拍死法度啦，拍死啦。好啦，咱咧今仔日是啥物一个大好改，还是讲佫是一个冤仇代志当愈来愈深啊！造谣造谣，造谣谣言造谣，别过来别过来，好，我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我白边，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的，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欢迎欢迎欢迎！听众朋友啊，世界有没有世纪？是什么啊？世纪大好改，各位放谣言啊！人讲阮台语台黑白边甲妹仔袂合，哈，有这个代志？因为你是阮的竞争对手。等下，我未介绍我会想的呢。我你跳手机啦！我甲你讲题目讲出来啊！真正有袂好哦。对，袂合，你看连介绍袂甲伊介绍。好，无要紧，咱先请来宾小自我介绍一下，敢好？好，大家好，无烦恼，我是台南妹啊，阿哟。梅啊，嘿，台南妹啊。你讲好食迄种？嘿，对，酸酸甜甜安尼。哇，这 Q 口差买在台湾人要放弃海音已经台湾了。咱这海音真趣味。哦，妹啊，你讲你叫台南妹啊，听没有？知影讲你是台南人。对，无毋对。想要问讲，就是像恁兜敢有啥物较特别，还是讲较无共款的台语教育还是观念？因为阮拢知影讲恁老爸，嘿，恁老爸。主持人你可以。欢迎什么代志？听到没？我无改名，我无讲恁老母、恁老爸、恁老司机的呀。欢迎什么代志？不是恁老爸是一个做台语的人，是一个台语的诗人。对，伊是作家，啊嘛是月琴的单唱歌星啊。哦，对，伊我感觉伊较有特色的是，伊拢咧写七字啊。哦，这是台湾较无人咧做的安尼。对，你是伊的查囝，阮今日拢不爱介绍因老爸的名，因为就是要互妹主体性。对，主体性咱这爱分得清楚。因为进前就是安尼，阮进前有好问过像伊讲，你莫讲我是像因囝，我就是像安尼。对，袂歹，你有甲我尊重啦。对，就是你敢有因为讲，就是因为你伫恁老爸派啥物，还是讲就奇怪无呢？你讲我即摆迄个派阮老爸，你讲我即摆肩胛口敢有做重的？对，伊敢有互你什啥物保护啊，还是啥物？还是互你钱台啥物啊？对啦，因为大家拢会感觉讲应该伊会互我做些压力啊，是啥物？啊，毋过其实阮兜是算足自由的。你有几个兄弟姊妹？我敢若阮哥哥，嘿，啊，毋过阮哥哥大我9岁。我应该安尼讲就是，我算做是哥哥家己大汉了，我家己大汉。哦，伊无甲你欺负着就对啊。嘿，拢我家己欺负较济。嘿，妹妹小细汉的，对啊。安尼恁老爸应该是足疼你的，足对呢。对，你想要创啥，你叫我创我就袂啊。我自细汉应该是阮兜上大的啦。嘿，上大尾啊，对，上大尾。就是我有看出来，地位有关啊。对啊，所以其实讲倒转来，因的遮个教育的方式，其实阮自细汉因就对阮拢是较开放，对，袂讲爱插阮讲，你袂当创啥，你袂当创啥安尼。
所以阮哥哥大学的阵是读昆塘系汤拖，咧研究汤拖，嘿，研究。我喜欢昆学，喜欢昆学，嘿，昆塘，对。啊，像我大学的阵，我是读电影的，对。啊，因为普通若是一般的家长。听到囡仔要读这，应该先甲动一下，讲但是读这敢有出脱安尼？伊会讲就是你爱学台文系啊。无，迄个时阵完全伊无甲我讲遮个代志。我要去台北读大学的时阵，伊送伊出去，你离开咱兜。要离开故乡的时阵，伊有送我一本迄落台语的字典，对。啊，伊顶悬就有用白话字写迄落一段话，迄个时阵我完全无参与，嘛无摕起来看。嘿，啊，就囥伫迄落册拄仔顶悬，就一直炸，一直对伫我身躯边安尼。对，是一直到尾啊，我大学毕业了后，我才发现讲，伊是写讲，就是以后爱做听小台语文的代志。听小，伊毋是叫我爱创啥。过真久了，才发现即件代志，敢有感觉足感动诶。小可啦，毋过即个故事我讲出实开，所以即摆应该无讲哦，你爱演者啊，咱听众头一届听呢，一直看着。就感觉上面顶落来，就感觉讲哦，原来有即件代志，对啊，因为迄个时阵其实我已经咧做甲台语有关系的物件，所以冥冥之中啊，对，变做讲转去看阵，发现阮的安排，原来你已经先甲我迄落做好安排好势啊，啊，我无发现安尼，可能自细啊就替你铺路，灌输入去。恁爸是歌声，啊，敢有就是教你一寡歌声的物件？哦，当然嘛有啊，我国小的时阵，阮会约迄落月琴课，嘿，伊会教我弹月琴。树啊，响啊，起。对，这就是我头一条学的。对嘛，你看大家拢安样，嘿，乡村民谣的头一条。对，因为安尼梆梆梆梆梆梆梆。你今日无早来哈？你无甲我讲啦。对，反正你伤大尾啊，阮毋敢甲你摇。莫安尼讲啊！你安尼真正大家当作阮造谣啊，阮就是造谣啊。我今日来才知影，原来迄落真正毋是要来和解，原来无要和解啊。阮有迄落心内有，对，咱有拍解啊，甲愈来愈大。心内有针，但是心内有针，我竟然我本人毋知影。后一句是啥？要安唱啊？咱的心内有针，你花酸无声。好，等下去做迄首歌。你毋知阮的这部是一个歌手节目吼？啊，你无再讲啊，我等下要唱。你真的在唱啊，但是就是迄要30秒的版权的问题。爱注意。你莫等下唱，是不是这把书我会甲你牵落啊？袂当唱即条。是安怎啊？因为即条阮两个已经唱咗一届啊。了解。想着来唱，所以即条已经大家拢会晓唱。好，无紧，我等下唱一寡你袂晓唱的。好，你等下想紧请期待。对，反正就是伊迄时阵就伊有甲我教弹月琴。对，嘿，阮会伫阮的客厅，嘿，就是阮兜的客厅啦。啊来就是迄落开始上课安尼。对啊，一对一安尼。对。啊无咧，无要对。无有几个人，无几个伊就敢一个查某囝尔。有观众啊。其他的查某囝仔想要来，迄月琴就起甲迄查某囝仔喊落，讲离开阮查某囝。恁老爸敢会呢？无啊，阮老爸对我的迄落朋友拢足客气的。这样，嘿，阮朋友是查某囝空呢。真的。幼稚园啊，邮件内底有迄就是查甫囡仔，伊就是拢毋捌代志，啊有诶人就是爱共针，你知影？我知影。之前有一个甲伊针，伊要去找因老爸输赢。真的假的？我喊诶啊，伊讲你想到教囝诶啦。伤喊嘛，我幼稚园嘛有甲别人相针诶。你查某诶，无紧。伊来咧讲啊，伊讲阮查某囝要共针，是阮查某囝诶自由，阮查某囝诶权利，点解是别个选着，别个查甫袂使甲阮查某囝针呢？结果我同意呢。有道理。我讲你若是美国，就是迄查某囝你约会个摕一支枪对了。我恐怖诶爸爸。对啊，迄种含诶啊，因某就是伫生囝了，甲伊冤家呢。或者是讲伊对因查某囝较像，就是乱人啊。对伊伤照顾，好就对。对啊，因某拢咧食醋咧，有够含诶。阮爸是袂安尼啊，阮爸对我是拢。其实我真正感觉恁爸对你妈较好的，毋是，就是阮自细汉。你爸对你妈无好的对。毋是啦，人无好啊讲。好，即绝对袂互因听。无啦，我是讲，因为自细汉的教育就是拢真正无讲一直足管我要创啥。可能我想着啊，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细汉迄个功课袂歹。
嘿，我真够考试，我感觉我是真够考试，所以我功课袂歹，所以大人较袂插我想要创啥。应该会管你的清差。清差吼，我在偷偷你讲后壁的地步。其实有呢，你安尼讲，你看是毋是？其实有呢，因为朋友就是伊就是安尼管因查某囝。对，毋过其实阮爸袂插我，是阮妈妈。啊，嘿，因为我感觉迄种社会对女性的迄种。迄叫啥物啊？凝视迄种角度，干那查某人知影查某人，对，是迄种意思。所以，阮妈妈会惊我去互安怎，会惊我讲别人会对你无好。对，以后袂使走出来。对，也是你迄裙袂当穿只底啥物的，迄是阮妈妈咧负责的。阮爸对这是无意见的，真的嘿，伊对我无啥物有意见。对，就是小可查某囝空，查某囝啥拢会使。其实阮应该是算拄好，因为即马拢咧做台语，颠倒是因为即件代志，所以阮的交流是足济，嘿，足济，伊敢会管你？伊袂甲我，人就讲做自由啊，对无？毋是管，就是譬如讲伊互你一寡意见。没有，我看你迄支片吼，我感觉你即句爱安怎？无，迄是啊，毋过迄是我主动甲伊问，嘿，我会讲，我会等互伊。无啦，恁老爸即句袂听。袂啦，我是讲，因为伊其实嘛有伊的代志，伊做无闲的，伊是一个生产者啦，迄个人类图啦，人类图啦，嘿，所以伊无用伊的代志，无用袂煞，嘿，所以我叫伊看我的物件，我搁做歹势，你讲知影？对，我个想讲，我敢是爱互伊迄个顾问的钱，真正，我有时阵拢会迄个红包、家包1-2千，讲这是迄个台南妹仔的频道的钱吼，收入，哇哦！对，安尼讲到台南妹仔，咱就来问讲，这个红河由来，有是安怎会开始拍影片咧？这一开始是迄个日头花运动的时阵，因为迄个时阵。恁应该若是有经过迄个时阵的人，无啊，阮才18岁尔，哪有经过？9岁阵创啥？妈妈10箍。你敢有看新闻？你敢有看新闻？阮当初袂使看电视啊，看可能嘛看无。伊要起笑，伊要甲人拍。无，我是想讲迄个时阵啊，对，迄个运动过6天，应该有得要1个月，我会记得。反正伫迄个阵到尾期的时阵，就是有一个大灯花。大灯花即个论坛安尼，你会当去你讲你要论坛，想要讲啥物就讲啥，论坛对啊，我就去你讲啊，因为一开始是阮哥先去你讲，对啊，因为伊拢用台语讲，那敢是恁哥带你去的？毋是，因为阮住无共位，阮是家己去到遐，对啊，第2届的阵我落嘛有去哩。教练人讲台语足歹的，因是感觉阮足强咧。歹势啊，伊逐个拢安尼讲阮。对，我知影这是一个刻板印象，所以为迄个时阵开始，我就是一直咧拼即件代志。我感觉我的人生就是一直想要甲社会做一个刻板印象甲并过。对，像讲查某人应该爱安那，查甫人应该爱安那，即种的。对啊，性别咧。我过甲看，想要问讲，你伫身躯恰伫迄看会到的所在，看会到的所在，对，就是妈妈敢有甲你，即个部分我拢是先恰才讲啊，不一定去恰落去，就恰落啊，无你是安怎，无你要甲我皮乌掉哟，我咧出钱退我累下呢。对，但是你就是先恰一个时阵，伊会甲你警告讲，你也莫搞恰，结果你就开始一个变做。我读做了讲，阮岛上上大。我上大，听没有？你有知影？阮遮其实是伫遮细准安尼，因为我毋敢。我上大，所以大家拢看看的，毋敢讲话安尼，毋敢假笑的对。对，我连我的片啊。迄个讲即个鼻环吼，我转去哦，无人甲我问咧，阮爸爸妈妈拢无甲我问，我就要转去，我迄个阵要转去我住的所在，我讲小等下，恁家迄时拢无看着我鼻仔有加一个物件安尼哦，因讲有啊，你迄是敢会疼？开始我来学者，若是黑白妈妈的口气，你去甲我揢掉，当啥啦？鼻仔更康创啥？你是牛血啦，黑白妈妈，你有感觉就是听了？大部分妈妈应该拢是安尼，所以你是牛血。你爱更重啊！我来看呐，你就知影我老母亲安尼讲咧。我普通时啊有外派，更重伤害，你真是牛，用迄种无都接受。伊讲伊袂爽，一粒无感觉会使，就无真明显。
敢无明显，你搁看伊的面，你搁讲袂明显，哦，安尼较明显。因为我做下我的规个人的即个风格啦，对啊你的所 style 以就是安尼啊对，所以你袂感觉讲怪怪安尼，你今日若伤正常，我会感觉怪怪，对。这就是台南妹啊，对啊，因为咱等下就会讲着啊，讲你这拍片的，等下讲，我袂讲了啦，台老钱袂讲了。南妹啊，还袂出来咧。我感觉咱会讲两集哦，我感觉对，对，欢迎弟，我即摆是要讲对边去。台南妹无分啊，大灯会，大灯大会，尾人嘛，毋通安尼。迄个时阵去你就讲，啊，恁若想要学台语，无恁来甲我学。安尼，我是有呛即句话出来。迄个阵你讲知影，就是哇，摇摆迄个人哦坐人坐吼，就会笑起来。我的性格是安尼啦，人坐开始掠困啊，安尼吼做欢喜的。结果原本当做无即件代志。对，啊，因为迄个时阵定定离迄个立法院过暝，所以手机拢无电。我隔工转去了，我才发现阮朋友，嘿，阮朋友甲我创一个迄个卖酱业，台南妹仔教你讲台语，安尼，所以我迄个阵就知哈。哦，我叫做台南妹仔哦，厉害吼，是安尼。OK， 了解啊。我叫大尾咧，你哪无甲我写给你？对，所以即个名其实一开始毋是我家己号的。哦，对，讲到即个名，我就是我最近就一直有咧想要换名的代志。对，我想要问我啊，若以后可能年岁较大，敢过会叫台南妹啊？对，来，即个问题问了真好，因为台南姊啊安尼。有几个层面啊，就是第一就是讲吼。无我都一世人做妹啊，毋是，今仔日我若是一世人拢要做妹啊，送会当摕我安怎？我若是90岁，我讲我叫台南妹啊，嘛是会使啦。对，大家嘛是甲我尊重。我老实讲，重点是因为我感觉即个名一开始就无算是我家己号的。嘿，叫迄个朋友出来，袂赴啊，已经袂赴啊。第二就是我感觉一直叫妹啊，这有一点仔互幼体化啦。哦，你讲知影我意思？我知，就是你去以女性的迄种对角度来看，对，因为咱即个社会基本上嘛是佫有迄种亚女的迄种现象，就是艳女，嘿，讨厌女性，所以。你做一个查某囡仔，无论你要听无，因拢会一直有互你意见。这是毋是你等下第5条要讲的？对，所以我就一直甲我讲，互叫妹仔，我讲到即马，我已经感觉，我应该换一个较迄个较适合的名。来，见大声甲你的名抢出来。新的，还袂想到呀，还袂想到。啊，但是即马人叫你阿优，就是 AYO，就是阮朋友拢爱甲我叫阿优，就是我原本的名安尼。阿优，朋友替你号的，就是对啊。嘿，对，我家己的名啦。哎呦，你想要唱？我想这条，我知你要唱啥？哦，恁即个选歌的迄个 sense 袂歹哦。啊无大家哎呦安尼。这嘛有哦，这嘛有。无啦，阮较少年啦，毕竟阮就咱会讲咱唱一条已经做到诶。对，所以即马就是像讲我是无输1把输，嘛是叫台南妹仔。对，啊，我惊着想讲伊要无情业配啊，阿袂。对，啊，所以就是做者像讲迄个乡亲，还是讲离路人拄着的人，大家嘛讲台南妹仔，安尼。对，啊，毋过我就是感觉讲阿姨啊，就是毋是即种，对，甲这无关系的一个名，就是这就是我的名。对，你毋是看古锥这个，就是熟悉我。对，啊，无就是可能嘛。对啦，其实我嘛有咧想讲，已经愈来愈，若是年岁愈来愈大嘛，是歹势啦。你无几岁，敢无多啦，真正歹势啦。啊，对，我想要问着讲，就是你这影片真麻烦呢。就是你拍片的风格，甲一般学台语的人不是共款，因为阮进前啊，色彩就多。对，回巴里鸟。对，阮进前就是我开始咧学台语的时阵，我就是看你这7声8调这影片。嘿。因为阮彰化人就是无迄啦，无八声啦。对。啊，若是网友甲阮问讲，伊要去考试，伊要去创啥，是讲伊咧学台语的时阵，我来等你这个影片互伊。哦，多谢。但是哦，多谢。迄影片弹出去的时阵，毋是有一个图，对啊。因看着迄图的时阵，伊会讲，这安尼回巴里鸟诶，创啥？敢是咧教台语，敢是正经？敢正经咧教台语？正经啊吼，保证正经，阮这大尾小正经诶啊。毋是啦，正经啊，内底迄个内容嘛是认真咧，甲你教啦。只是你的表情较丰富，色彩较济，而且声调较趣味。对。毋是迄种
三底裤看，人个片无法度咧看咧困，看着袂困的迄种的啦。对，因为就是惊大家困去，所以毋知迄个较老咧的感觉。目睭的刺激嘛有。哦，迄配色嘛，配合互你，可能是学电影对，你咧在讲啥？所以电影专业就应该杀出来就对。我甲你讲，有一个设计的美感，就是吼，其实雕工互人看无，伊会搁较认真看。安尼啦，看无。就是讲开始，咱迄图拢甲用袂用啊，毋是，就是因为我一直有人咧甲我讲，哦，迄字幕的色伤浅，会看袂清楚。对，啊，毋过其实我当然我规个配色，我毋是雕工互人看无啦，我是规个。你有你的标准。对，我有我家己介意的部分。对啊。迄个时阵，我感觉讲，哦，其实我做频道是因为我先伫台语台做逐工一句，伊个讲出来啊，对，逐工一句，台语有意思，对无毋对，逐工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对啊，因为做即个节目了，我就发现讲，其实我会当有即个做台语节目的能力。对，我就会当家己做，对，啊嘛较袂讲一定爱去想考虑较侪代志，就是我家己做的阵，我就会当想做啥就做啥，对，想要做啥就做啥，所以我会伫咧逐工一句，无法度想要做啥。无，主管你啥物拢无听着，你逐工一句的主管应该是无熟悉啦。莫伤害，莫伤害。规日迄伤济讲听啦，伊袂听，阮这节目伤长啊，伊袂听。竟然是安尼，咱免阮就是一个造谣的节目。所以你的迄个色彩也是讲你迄种较迷幻的风格，就是你家己设定的。对，我家己介意的，而且我老实讲，就是我一直咧，像我即几档咧演讲的阵，一直咧鼓励大家做家己的物件，像讲恁两个黑白白，恁两个是嘛是咧，其实嘛是咧做家己的节目。咱咧做家己的物件的时阵，你会愈来愈发现一寡你原本无想到的一寡面相，你家己。对，我以早拢是一个做忠诚的人，就是我的打扮还是啥物。啊，毋过台南妹仔即个角色，其实伊是甲我即个人的古水的部分放上大的版本。对，我普通时也无遮尔古水。所以都假的对啊，大面相拢是假的。这要讲假啊是真，等下我甲你讲真真假假，你分袂出来。然后明我甲你讲，拄则伊吼，就是伫咧，阮要开始录音之前讲，后壁创啥啦？我讲啊，无啥物录啦。伊即摆录是你个咧甲造谣。真正即个节目我开始会有点仔惊，我开始有点仔惊。讲出来，讲出来。哎呀，因为我本来是安尼。对，这拢是我假出来安尼。对啊，我的意思是讲，我是因为做台南妹仔即个角色，我才发现一开始我无遮尔有意识讲伊甲我无共，甲我本人无共的所在伫倒位。这是我愈做愈，我到即摆已经差不多3-4档，我较开始发现讲，其实我是像讲我开始咧伪装，我咧要拍台南妹仔的物件，我开始伪装的阵，我就开始甲我普通时也无啥共款。但是这毋是我雕工激出来的，我是无法度雕工激出来一个班一直演落去的。这就是比如说讲，咱人有足侪无共的面相。所以其实伊家己心内藏伫内底，迄个笑路，迄个心界悟出来安尼啦。无毋对，悟出来，真正是安尼。就是我开始做台南妹仔了，我发现毋知影是我本人的即个成长的过程拄好行到遮，还是讲。因为即个角色的关系，就是我开始发现，我愈来愈介意做一寡查某囡仔介意的代志。我以早真正无介意，真正是笑愈心去印出来啊！像讲迄落做指甲，我迄早是完全无咧插指甲油啥物的，我即摆就做爱做指甲。就是我开始会感觉讲，因为即个角色伊嘛，互我学着做这代志，就是我开始欣赏我家己的阴性的特质。我以早是做白铁的。对，所以讲咧做遮的物件，像讲遮的风格，我拢感觉讲我是一个通道，就是遐灵感，我毋知是为倒位来的。所以其实就是你的，就是性应该讲是你阳性甲阴性的迄个光谱，你原本就是徛伫某一边。对，我就是较中做这个节目的时阵，才回头看着讲，我这边的光谱嘛，真精彩安尼。对。啊，你平常是拍影片的迄个形象，迄个打扮，敢会穿出来个即嘛？嘛会啊，其实嘛会啊，我感觉无真正分家，无分家遮尔清楚啦。拢是妹啊，拢是我啦。啊，毋过是讲，像讲我私底下，我可能就无咧上节目，我可能就穿足夸的。
衫较中做宽性啊的裤呢。翕拍镜嘿呢。大家拢当做我做搞厨房的，我真正袂晓，对啊，我本来迄工嘛要问讲，啊，你的厨房咧无搞？我真正袂晓。对，就是讲，啊，你有咧 hip hop 无？这嘛真正还袂开始练啊，啊还袂开始练啊吼。咱迄个人生有逐种可能啊。嘿对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讲，有足侪面向是你原本想无的，这毋是我设定的，这是愈做愈发现的。对，主要是安尼。安尼就是目前啊，就是你有咧做影像嘛，还有做节目，还是讲活动的主持，还有 YouTuber、Podcaster、不是你讲你拄 YouTuber、Podcaster。你习惯这是阮的风格。安尼你家己上介意做倒一项？对啊，因为你伫咧哪做的时阵，你会一直发觉讲你家己，我得安尼。这买当起，迄买当起对呢。对，真正，所以我感觉其实我上介意，我目前应该讲我逐项拢有介意的时阵，而且我一定拢爱轮咧做，因为我即个人，迄个我的月娘伫迄个双子座啦，就是吼，需要一直变动了。我后一期要讲个星座呢，我这样子讲，我上头要相主座的啦。那安尼，就是讲我有需要，我需要一直有变化。我的生活我无法度像讲上班逐工拢处理共款的代志，我会真正做神的，对，所以我做遮济代志是算做是我家己，我感觉这是对我是好的。就是我有时阵主持活动，有时阵去录 podcast 啊，啥物，这我会感觉哦，做趣味的，做欢喜的。大家部分其实我拢真介意，啊，毋过我即摆若是硬要讲上介意，我可能就是节目的主持。对。因为这样是假造哟。因为我当初时熟悉你你感觉咧？因为我当初时熟悉你的时阵，是因为迄逐工一句你是挂导演。嘿，我是导演甲编剧。因为我想讲就是你学电影的，因为你一定是对这物件有坚持，所以你去读电影。对。结果你挂导演甲编剧，我就是讲你是希望讲伫咧幕后，甲这物件就是安尼做好势做好势处理起来，甲你想要爱物件呈现出来。所以我本来就是讲，迄是你较大的部分。这当然嘛是啊，因为我即摆做我家己的。迄个编的 YouTube， 其实嘛是拢是，对，即个部分嘛是一直搁有咧走出来。啊，毋过因为我感觉讲哦，我做节目敢是因为要业配？不是啦，我讲我读电影迄时阵，其实我嘛是表演组的，所以我自细汉就做爱讲话。你应该发现你是毋是伊人？你是伊人啦吼？应该是。你去做一个啦，去测验一下啊！告诉阮下当讲，阮迄个来宾伊人呢？我咧讲，阮两个拢爱人啦。真正假？看袂出来。爱人主持节目就打起，我无法度佮讲。无啊，你哪有打起？我讲做打的，你看。无讲着啥怎上介意做节目啊？对，上介意做节目，就是我真正做介意甲人有连结。哦，嘿，我对，爱甲人开讲，得到能量。伊人就是当伫咧甲别人计较的时阵得到力量。阮爱人就是甲别人计较的时阵，哦，做忝，当时才结束啊。等去时阵，你才休困啊。节目还袂结束，袂当讲出来。我了解，所以其实。像讲我近前一直咧做后制作的时阵，我会做痛苦的，因为我爱一个人伫厝一直剪辑，一直看物件，无人甲我开讲，我就会做分心的，我会做无专心的。对，出去外口。但是你熟悉的一寡后制作的人，应该有一寡人是无介意，就是对吧？有，我身躯边做者剪辑师拢是。迄刻板印象就是因后制作的人就是介意家己关咧，你想要莫来甲我吵，你意见莫伤济安尼。对，你听我专业的安尼。所以我就是感觉讲，其实真正人有足侪面向的。我有时阵是足介意一人关伫厝，大家拢莫来甲我烦，拜托的。对，啊，毋过有时阵我就是需要出去。所以我的工课就拄啊好，愈来愈变做是即摆的情形。就是讲我定定会当像讲拜六啊，若是普通日的时阵，我就是拢家己伫厝写物件，还是讲思考讲啊，即摆要来出啥物物件。对，即摆变做是安尼。哇，对，哇，安尼听起来真精彩呢。有啊，讲到这，我迄个阵看到恁即个问题的时阵啊，我就想到一件代志。我细汉毋是啦，我想要分享一个观念啦，就是恁敢有听过细汉的阵，大家
大人啊，还是讲规个社会，就是较鼓励讲，你一世人吼，家一项代志做好，你就做赞啊。你的人生就嘿，你的人生就完你整若会晓啊。做一项代志，当然讲你无专才，无精无精，对，逐项拢无搞安尼。对，我甲你讲，我细汉的阵，因为即个代志，我做怀疑家己的，啊因为我就毋是迄种想要，嘛是嘿，我毋是一件代志想要做甲死的迄种人，嗯我一直咧换代志做。对我感觉我反正40岁以后会去做生理，嘿，我无袂讲的啦，嗯对，嗯就是讲我感觉有这些代志通做，其实对啊人对啊人生就是一个体验，我就是想要对加体验。结果大家一直安尼甲我讲的时阵，我会感觉我哪像啊足烂的，但是连这个社会我内，但是连这个社会内底，你若是一直体验，表示你一定换工课，你就会去用念一年换2次的头家。嘿对对对，啊拄无好做到定性。做到啥物拄好食要价。我爸妈妈，你竟然甲我骂啥，我袂记得。所以其实即马时代无共啊，咱对即马啊是，多工人，元的发展对对对，啊工人的时代。你问伊啊，看咱主管，不是，不是阮主管啦，加掉加掉加掉，没有无要教。我毋是阮主管啦，别个主管讲的啊，你就是爱专才，你就是爱什物通用还是什物？嗯，我袂记得啊有。一对啊个，非你就是讲主管毋是管我的代志，你就是这就是咱普通社会的一种咩讲，就是感觉较好的一个路线。啊，毋过其实这拢是一寡别人的信念。对，我大汉了，像讲我开始做家己的物件，像恁咧做节目，恁一定会接受到足侪别人的指教、别人的意见、啊，别人的老话。我就是烂啊，这对对对，因因就一直来做者外口的声音，啊，毋过对我愈做愈发现讲，我爱去选择的代志是我家己喜意的信念，我相信啥物，我就是信安尼。坚持到底。对对对，我就是信我想的，对，就是安尼。欸，恁足厉害咧！哇点啊呢歌啦，你你了歌手的做一个结束啦。我来讲啦，时间讲伤济啊，咱本来想讲咱甲这个人就是我完手结正重，无啥物通讲，结果现在种朋友啊，已经莫名其妙出一集啊。真正计哎呦要啦，收我。的节目就是安尼啦。来来来，唱歌，紧紧紧。梦境有一条回香的街话，啊，我袂记歌词。轻轻芳芳行去路口，双手捧花丛，看到伊徛伫门口，渐渐拍鼓面红红，一双捧花好好的手。超过超过超过好就是啊。哦袂啦，伊袂甲我过啦，这是装卡人的歌，伊袂甲你讲，你规叫条做回唱了，香。规条甲唱毋过了我。头拄唱做烂，我全部歌词拢袂唱诶。我要放互伊听，这讲替恁宣传甲你学。啊，甲你我袂唱，我唱甲你哩哩啦啦。我叫是伊的脑中就是因为细汉迄个记忆可能七字啊，甲伊念出来，我卖记台这个部分啊。等下，你在后一集要等表现部分，我要口告，讲就没有咱的节目就差不多到遮好来，你先甲伊收尾，紧来甲伊收尾，莫互伊讲，莫互伊讲。好啦，拄则讲遮济啊，咱一定嘛是爱留一寡时间，互你来上重要的工商好时间呐。好，上要先讲的就是吼，为咱8月初9开始，是，咱的无输这把输，立功时代一代歌要开始放送啊。歌要开始放上啦。啊，毋过吼，嘿听众朋友啊，恁爱注意一件代志吼，以早是10点，以早是拜五下暗10点，对是啦，阮即马改做9点， 9点，嘿，所以你10点开起来阵，哇，已经做唱了啊，歹势啊，结束啊，大暑照，大对对对，暑照，爱一定爱记9点的时阵，吼，对就爱准时收看。时间已经改啊，对大家无毋对一定爱注意。过来就是8月初10下晡2点到4点吼，伫台南的新营有一间册店号做晒书店。读即个读啦，吼，晒书店有一个无输一把书的放送会，啊，搁有我会去遐甲大家开讲。迄是我应该2当前，敢加一把书的头一集，咧介绍台南。顶一集讲迄目睭经济，哎，对顶对对对，一集啊是拄则头讲的啊，阮开讲的阵讲着的。对啊，写目睭精精。因为一开始主持巴士的阵，迄个压力足大的。嗯，第一是足惊台语讲毋对，已经无第二届机会讲互对的。对，所以压力就足大啊！迄落拍甲第3工、第4工要拍最后一段正经吼，对。你房间一直嚎安尼啊！哎呀，好想啊，好想。啊！
你毋是讲要放家己刷，结果你家己嘛无做较够。我无做较够啊！我讲做好讲，我也无讲我就是安尼啊。所以咱拄则在讲啥？两当前阿优甲即嘛无共款。对啦，逐个人会进步的啦。好，听众朋友，你若知影想讲要听着放伊刷的即段是啥物？你后礼拜继续听。对，你后礼拜继续听，你就知影。对呢。好，啊，搁8月11礼拜，就是共一个礼拜的礼拜吼，伫台南的中西区图书馆有我办的号做台湾青年出来讲的即个系列的讲座。嘿，这是我今年甲台南市文化局合作。文化局啦，你看人的展出已经到这个所在了。无啦，你讲啦。个人宣传员已经报名报满，歹势。要拜啦！听朋友，这是甲你讲一下尔，互你声一下尔啦。我咧讲啦，所以袂当去做过路人就对啊。嘛是会当啦，嘛是会当啦。过路人行过，想要看者，敢会使？我想到啊啦。我看边喂，我想到啊啦，就是因为迄天是甲灭火器的团员。第五成就是因的吉他手对谈，啊，毋过9月、10月、11月、12月拢有其他的讲座，嘛是希望大家当来看我的卖种野。而且工商游人客游到8月、9月、10月、11月、12月。嘿，啊，搁明年也无啦。你等下靠一个，你后一集的工商服务时间已经去互杀掉啊！你这集已经甲食掉啊！好恐怖，好啦，就是安尼啦。好，安尼结束。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就问，来请问，多谢大家，落来。